繼續係我的路。咁今次都係繼續講翻鳩 deck 啦，而今次講嘅鳩 deck 咧就係 Battle Magic 啦。咁顧名思義啦 ，Battle Magic 就係一副全靠 Magic 嚟運轉嘅 deck 啦。咁點樣爆頭咧？咁除咗你正常手段爆對面唔加血之外咧，就係粉爆對面副 deck。咁呢副嘢咧就主要係玩粉爆對面副 deck嘅。咁點樣做咧？就睇下副 deck 先。副 deck 大概就係咁樣，都仲係會有 Spirit 喺裏面嘅，但係佢哋係真係有用嘅，所以就逼不得已要收落去啦。而且呢副嘢爆頭手段咧就係嗰6張 Magic Hammer 啦。咁 Magic Hammer因為佢出咗新版嗰張 LT 啦，係計同名嘅，就可以打齊，變咗穩定啲。如果你抽中晒6張咧，就可以粉爆對面嘅。第一張卡咧就係呢個巨人王子啦。呢張卡係手軟嘅時候，佢係可以作一個輕減春嘅，俾你其他藍色嘅 Magic 卡作為一個輕減嘅。然後佢嘅效果就係抽2跌2啦，一個累派嘅手段係幾好用嘅。如果你真係冇嘢做嘅話，你都可以召佢出嚟擋下嘅。但係我個人會選擇係抽完之後放手軟嗰度作為一個輕減。下一張就係 Alex 一個防守位啦，而且呢張嘢係當一個彩色輕減啦。我會選擇用 Revival 因為呢張嘢留到台嘅話，你可以每 turn 都可以做到一個增加資源嘅。下一張啦就係呢個 Spinning Sword 啦 ，Spinning Sword 效果係 Flash check 對面一張 burst， 然後對面就要粉翻幾多張嗰個卡數嘅卡嘅。咁然後下面條下就係有劍士啦，咁呢副嘢冇嘅，所以唔使理嘅。咁如果你係對面嗰啲大的或者 con 的嘅話，如果佢哋係 set 咗聖王啊嗰啲，你可以即刻粉9啊粉7咁樣，比較好嘅2級式輕減嘅一個粉派手段。到下一個啦，就係呢個3蚊2輕減嘅 Magic Drill 啦，佢條效果就係對面有幾多輕就粉幾多 deck 啦。如果你對住嗰啲黃色啊對住紫色嘅話咧，或者藍色嘅話咧就比較好嘅。中期或者後期嘅時候可以一次粉對面6、7張添，就算你前期冇嘢做，你都可以粉對面5到6張添。然後繼續啦，6張抽卡魔法就睇緊個人愛好啦，抽3跌3，抽3跌2，抽2跌1，抽2跌2，抽1跌1都可以嘅。只要啱你手型就可以落噶啦。到防守位我係會揀翻呢個冰嘅血界 Revival， 都係啦，你食血時吹對面一隻翻手，然後就可以轉勝啦。轉勝時 battle 終了時有完攻階，而且相互攻階開始時自己手派出一張 burst 可以，然後咧就對面出一隻翻的底嘅。呢張係艾打仲可以吹對面一隻翻的底，一個罰企位啦，同埋就為一個輕減位嘅。到下一張啦，就係呢個 Overstar 啦。呢張嘢係爭議比較大嘅，我個人認為就因為呢張嘢雖然話就話你 set 咗嘅話，大家唔可以加血，然後 turn 一回咧就只可以扣1格血嘅，除非對面係7蚊照張大紙出嚟直接嗌打咧，咁就可以拆咗佢嘅。但問題係對面冇得加血，你自己都冇加血，但係依副係有啲加血嘅 option 可以做到嘅，所以呢個位係要諗下嘅，我個人認為。同埋呢張嘢 set 其實可以直接坐豬落份嘅。前期可以作為一個增加資源啦，但係點樣拆翻落嚟都係一個問題咯。然後咧就係呢6張啦，就係呢副嘢嘅爆頭手段啦，就係呢個 Magic Hammer 啦，4蚊2輕減，直接粉對面5張。之後就係呢個絕甲冰盾啦，新版 Revival 嘅，喺粉裏面呢張嘢唔食任何效啦，手牌有張卡唔食對面效，然後俾對面扣血嘅時候可以立即使用。Set burst 嘅時候就係食血時挫自己1血，然後就俾錢做 flash 效果就係 battle 終了時完攻階嘅，都係一張萬用嘅防守紙嚟嘅。到下一張啦，都係呢個守坑，呢個 From Prison 荊棘監牢 LT 啊，手牌呢張唔食對面效啦，由對面扣時可以免費使用嘅守坑，效果就係對面2隻重疲勞，呢條下係穿甲嘅，由呢個效果令到疲勞狀態變咗重疲勞嘅，對面仲要勾3份添，一個幾開防守手段，而且仲可以搞對面1份。到呢個暴風雪之壁啦，垃圾桶呢張唔食對面效嘅，由 Gamma 同名垃圾桶有呢張卡，對面扣自己血嘅時候，自己垃圾桶全部跨最少1粒啊，翻晒 reserve 嗰度，然後就要俾錢使用嘅係要。咁條效果就係到下一個 end step 咧，自己血就會俾對面，比如 out 嗌打就係扣到1格。而且垃圾桶使用嘅話咧，呢張就會除外添，都係一張大眾嘅防守紙嚟嘅，我哋都係點都要落1嘅，因為呢副嘢係抽類比較多嘅，你可以確保到佢落咗份先嘅。又到下一張啦，就係呢個黃霸道啦，都係呢副 deck 嘅一個 main 嚟噶啦。條件就係對面扣自己血嘅時候，如果你7血或以下，就空間坐一血落自己度，然後就俾2蚊轉勝啦。轉勝時效果，垃圾桶除咗佢之外嘅一張轉勝 spirit 或者轉勝 magic 咧可以翻手，由呢個 battle 終了，即係如果對面嗌打穿血嘅時候，你可以即刻回翻血，又即刻 cut 對面 battle 添，你仲可以執翻啲血解啊、藍霸道啊嗰扎嘢添。然後當呢張係嗌打嘅時候，呢隻係唔俾擋嘅。之後自己手牌一張 magic card 嘅 flash 效果可以免費使用。battle 完嘅時候，自己垃圾桶頭先用過嗰張卡可以即刻翻手。咁即係如果你可以留翻嗰啲 spinning sword 嗌打咧，你 check 對面 burst check 完之後，你可以翻手嘅，俾你再用多次嘅係。或者你用嗰啲爆完霸王擊咁樣射佢嘅技巧都幾好玩嘅，我覺得係。到下張就係呢個紅霸道啦，效果就係對面 spirit 或者 ulti 嗌打嘅時候咧，就炸對面一塊地，仲要係洗遺言嘅添。由呢個效果破壞到或者嗌打嘅 spirit 或者 ulti 係5000以上嘅話咧，就可以轉勝啦。轉勝時同嗌打嘅效果都係1萬以下炸一隻，又係穿甲嘅，仲要係洗遺言嘅。由打當時效果呢就係加1萬，之後如果呢個 turn 係炸到對面怪嘅話咧 ，battle 終了時對面就要穿一血落份嘅，可以係一個收頭位咯。但我落呢張主要係要嚟抹遺言炸地嘅，係要嚟。到之後啦，都係一張明子光霸天翔，一個藍起度。呢張會選擇落原版唔落 revival 版咧，係因為 revival 版佢係霸道 text 係改咗少少嘅，比較難發動嘅，所以我係會選擇翻用原版嘅。效果就係對面 spirit 或者 ulti
發召時咧，你就可以發霸道啦。咁霸道就係對面粉5張啦，粉中呢個創界地嘅話咧，就可以俾2蚊轉成啦。咁而家呢個環境大家都係玩契約地、創界地嘅話咧，係粉中嘅條件係比較容易做到嘅，所以我都係會選擇用呢張嘅。而 V 版佢係唔計呢個契約地嘅，所以就苛刻咗少少嘅。到轉勝時候嗰日，對面直接肥一隻，然後仲要係 level 1、2、3大粉碎，挨打時計翻自己 level，每一 level 粉5張嘅。到最後啦，都係用翻祖雲做呢個契約地啦，因為祖雲佢條效果係幾靚嘅，同埋個標都係，而且輕減都唔錯嘅。好啦，就到呢個替代位啦。咁替代位呢幾張我係會選擇係 Alex 啊、絕甲啊嗰啲手坑位同埋 Overstar 嘅。而入替 option 咧就有當然有百元霸王擊啦，咁呢啲手坑子啦，然後就係蒙面超人同埋3張唔同嘅鐵靶。咁點解揀呢幾張咧？就係因為佢哋都係嗰啲召完啊、配置完啊或者打完之後就粉對面 deck 嘅，點都確保到係搞對面 deck 數先嘅，係要你係。而蒙面超人佢條2、3效嗌打咧，仲可以係鋤珠加資源嘅添。又嗰3款鐵靶不嬲都好苛刻嘅，就如果真係要我揀，我會揀 Revival 呢張嘅，因為係比較容易粉到4同7嘅卡嘅。到下張啦，就係呢個倉波嘅4 cost 魔法啦，無視 Brave 條件 cost 9以下督對面一隻，由對面一係咧就炸 cost 同樣數嘅 deck，一係就炸咗一隻怪，你可以當呢個係一個防守，亦都可以當呢個係一個進攻手段嚟嘅。到下張咧，呢張就好耐之前嘅一張。到下張咧，呢張就係一張比較舊嘅 Magic 嘅 Execution Destroy， 對面粉一 deck，如果粉到係 Spirit 或者 Brave 嘅話咧，對面就要炸一隻怪；如果粉到係4卡或者 Magic 嘅話咧，對面就要炸一地。呢張係我一開始諗住點樣搞對面地咧，我就會落佢咯，同埋佢3蚊2輕減係比較易做到嘅。到最後啦，毒騎士啦，玩粉得一定要落佢啦，點都要解走場上面嗰啲防粉 Magic 嘅，點都要靠佢用嘅。好啦，就係咁多啦。Battle Magic 顧名思義就係攞 Magic 粉爆人啦，咁當然可以玩翻以前嗰個 loop 底向，即係米加菲又係咁 loop 錘仔啊 loop 乜嘢啊粉爆對面。但係而家 loop 嘅條件係難咗好多嘅，官方開始落場搞之後，所以我就諗咗呢副咁嘅機出嚟咯。同埋佢而家錘仔有 LT 啊嘛，如果佢之後再出張咩錘仔 X 啊、錘仔 XV 啊咁樣咧，咁呢副又會更加好玩嘅。我覺得最大問題係真係張 Overstar 嘅，但係你前期要資源同埋要擋住前面啲攻勢嘅話咧，Overstar 係一定要落嘅。好啦，就係咁多啦。